當我們需要導入系統資料時，我們點擊導入按鈕，下載導入模板，打開模板，根據模板規則把資料整理在 Excel 表內。錄入完成後，打開我們系統，點擊導入，選擇直接導入，將我們剛剛整理的 Excel 表導入進去即可。其他錄入頁面也是按此方法操作。